Hello，大家好，我係主持人 Minnie，歡迎嚟到極致研究所，用最極致嘅視角拆解財經背後嘅驚人真相。最近黃金市場真係夠華爾街一班大鱷好似集體精神分裂咁，包括大摩、高盛、瑞銀、花旗、美銀、德銀同埋 ING 呢7間掌控全球80%以上貴金屬交易嘅頂級投行，喺過去呢個月做咗同一件怪事，一邊就瘋狂去踩低今年下半年嘅短期金價，但係轉頭咧喺同一份報告入面又死守，甚至係推高明後年嘅長期目標價。呢一種短期叫你睇路，長期叫你買爆嘅招數，同2013年金價大暴跌28%之前嘅認知戰，簡直就一模一樣。不過，當我幫你煲完幾百頁嘅物件報告之後，發現呢一班財閥唔係傻嘅，而係聯手放緊一隻唔敢喺電視機面前講嘅暗號。我哋先睇下呢一班大鱷表面點樣擺龍門。大摩佢哋一刀切落去，將今年第4季金價由6000美元削到去得返4500美元，足足斬咗2成半。話因為需求降溫 ，ETF 散戶走資。但你翻到下一頁，佢又預測2027年底金價會逐季爬升到5000美元。高盛年底目標由5400劈到去4900美元，但係長期目標1毫子都唔肯減，死咬係5400。最搞笑嘅係佢一面就話短期需求唔夠，另一邊又將全球央行每月買金嘅預估大幅上調到每月60噸。瑞銀年底目標由5900劈到去5500美元，話息口高，黃金冇息收，但係報告後面竟然大膽嗌出7200美元嘅極端天價，理由係美元嚴重估高，遲早要大幅減息。德意志銀行呢一間最癲，第3季目標由5500直劈到去4300美元，斬咗22%，但係長期目標竟然嗌到8000美元。佢哋話一旦去美元化變成海嘯，各國政府買爆黃金，金價就會好似坐火箭咁幾何級咁暴升。美銀短期睇4800，長期結構睇6000。美銀首席分析師講到明，6000美元唔係亂估，而係一個系統性買權，係話只要美元金融體系一出事，黃金就係最強保單。6000蚊只係起點。花旗同埋 ING， 花旗呢3個月可能會跌到4000，但係半年到1年內咧會彈翻上去4500。ING 同樣會睇低第4季去到4600，但係長線咧依然係堅定睇好。呢班全地球最精明嘅金主，點解會寫得出咁矛盾嘅報告呢？其實好簡單，因為同時用緊1樓同10樓嘅視角去睇世界。1樓睇嘅係短期炒作邏輯，1樓嘅人只係睇眼前，當實際利率高，夠錢擺喺銀行或者係買美債都有大把利息收，持有無息收嘅黃金機會成本就高。數據顯示，2026年2月到而家，全球黃金 ETF 正流出128噸，差唔多係全球金礦1個月嘅產量。金價企喺高位，班量化交易機客人就一有風吹草動就集體減倉。高盛分析師就認，只要將模型入面聯儲局年內加息呢一個假設抽走，個電腦數學模型就會自動倒減黃金500美元。所以投行短期目標純粹就係交功課，反映緊電腦模型嘅短期現實。但上到10樓，班大鱷睇到嘅係整個系統正在崩潰，美債黑洞，全球債務已經去到353萬億美元，美國自己都逼近40萬億。如果長時間維持高利率，財政部淨係還息咧，都會還到破產。長遠嘅結局咧，淨係得一個，政府咧就會逼中央銀行瘋狂咁印銀紙，夾硬就吞咗啲高通脹，到時咧銀紙就會變廢紙，得返黃金呢一類硬資產先能夠守得住財。一行暗中搬空倫敦金庫，高盛班人去查倫敦實體黃金嘅流向，發現官方貿易數據根本就係假嘅。
大批實金正喺度透過新聞唔報查唔到嘅場外交易同埋雙邊協議，俾各國政府一條條咁搬翻去自己國家。全球有45%嘅央行話今年會繼續加倉，新興市場驚外匯儲備好似俄羅斯咁隨時俾西方凍結。行去美元化行得好堅決，一樓見到散戶驚青咁拋售 ETF， 10樓見到嘅係國家級大佬喺底部分批密密，但基金倉位仲有大把空間。而家全球管理基金同埋 ETF 入面，黃金嘅比例連1%都冇。以前傳統股六債四嘅黃金組合，而家成日都失效。班大型養老基金急需黃金去分散風險，只要呢一班超級大資產將1%至3%嘅錢轉去買黃金，個規模就足以推高金價到你無法想像嘅天價。不過班投行咧就集體踩低短期金價嘅大前提，係覺得美國經濟好、就業強、通脹死梗，聯儲局根本冇理由減息。點知呢一個大前提喺7月2號俾人一巴就刮醒咗。美國6月非農就業數據一出，實際只係增長咗5.7萬人，連預期嘅一半都冇。而且前2個月嘅數據仲要俾人大幅調低，即係勞動力市場其實已經偷偷咁行下坡咗3個月。數據一出，金價即刻暴力拉升2%，彈翻上去4000億美元以上。而家市場仲有超過一半嘅傻錢喺度賭緊9月會加息，個市場處於一個極端嘅鷹派定價狀態，就好似一條拉到去極度緊嘅橡筋，而家只要輕輕一鬆就會瘋狂咁去反彈。呢支針就係喺本週3深夜聯儲局即將公布嘅6月會議記錄。6月開會嗰陣時，本來係想打碎大家減息嘅幻想，甚至係暗示可能會再加息。華爾街亦都係因為咁先瘋狂去踩低金價。但係呢2個星期世界就變咗啦，非農就業爆破，5月核心 PCE 降溫。中東局勢緩和，令到油價跌返，加上各國央行做瘋狂掃貨。如果星期3晚嘅會議記錄入面有越嚟越多嘅官員開始擔心就業市場冷得太快嘅風險，咁對黃金嚟講將會係一個極強派信號。相反啦，如果開會字眼依然係硬朗，金價就有機會再試一試4000美元嘅關口。總結一句，華爾街呢7間投行完全係冇精神分裂，佢哋只係喺度玩緊一場高明嘅認知遊戲。公開場合踩低短期目標，係做場大戲配合同期數據，做風控俾啲客睇。但係呢一份報告寫到最入最底嗰度，俾出長線嘅天價目標，先至係佢哋真正壓住嘅終局，就係美元信用體系嘅倒計時。債務黑洞去美元化，央行偷底，機構起步，呢4條大鋼纜正將黃金嘅長線底部一級一級向上拉，短線嘅風風雨雨根本都阻擋唔到長線暴升嘅大趨勢。好啦，今日嘅極致拆解就到呢一度，大家係覺得黃金今波會跟1樓定係10樓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我係 Minnie，我哋下一次極致研究所再見，拜拜。